来看这屏东小琉球，逐年拢有上无有120万的游客去到迄个所在佚佗，是这琉球乡人口的100倍以上。人一个坐咧，这交通安全风险也对咧变悬。违规行为前3名就是这违规的停车、无戴安全帽啊，抑个无照驾驶。屏东县政府呢，最近要采小琉球第1期的青红灯，除了要提升安全，也要培养民众正确的交通观念。一大群游客来到小琉球，准备要骑奥多拜去环岛，因为导游的提醒，大家拢有戴安全帽。不过也是会当看到有一寡散客，也是小琉球的居民骑奥多拜拢无戴安全帽。小琉球当年拢有100多万的游客来佚佗。屏东县交通队统计，去年遮拢总发生288件交通事故，其中死亡的有2件，人员受伤的260件。今年小琉球总算开始设青红灯啊！交通违规前3名分别为违规停车、未戴安全帽及无照驾驶含越级驾驶。考虑小琉球交通流量的增加及通学环境安全，于全德国小旁之复兴路与香埔路口设置号志。警方表示，会伫全德国小周边路口来做小琉球第1座青红灯，若是要维护囡仔上下课的安全，也是希望建立大人囡仔正确的用路观念。这座青红灯目前也搁伫咧施工，等待7月验收了后，上近8月就会当启用。看到全岛头一摆出现的青红灯，民众认为安尼以后大家骑车都会较有规矩。有装设这交通号志，让交通有一个规矩那这样子可能这种事故会渐渐减少，这是好事情。基本上大家的车速可以减慢，那有交通号志也可以多停下来看一下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。游客变多，伫小琉球带来各种的交通问题。交通队强调，加强处理只是一种手段，用路人也是要有正确的交通观念，遵守规定，安尼才是交通变好的治本方式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